皆さんおはよう、ズキです。今日嘅時間有少少趕，所以午餐就嚟薩莉亞食個快餐啦。今日叫咗2份青豆のオンサラダ青豆溫泉蛋沙律，同埋1份茄汁芝士鐵板雞扒柔らかいチキンのチーズ焼き。薩莉亞嘅鐵板雞扒啦，可以話係一直都係咁肉嫩多汁，雞扒份量十足厚實。雞皮嘅部分呢，亦都唔會太厚，焦香，邊邊嘅位置呢，仲會食到好似薯片嘅質感。我呢一款番茄芝士口味，其實就係喺雞扒嘅表面加咗一層濃厚嘅茄汁，再喺表面上放咗好多拉絲芝士一齊去焗。鍾意食芝士嘅朋友一定會好滿足，特別係一啲溶咗喺鐵板上面嘅芝士，芝士燒焦咗之後，芝士嘅香味更加升華。鐵板嘅配菜，另外仲有2個小薯餅同埋一啲甜粟米。之後嘅係青豆のオンサラダ青豆溫泉蛋沙律。呢一個青豆のオンサラダ其實係由我喺留學時期到而家去親薩莉亞都經常會食嘅一個小食。我知道其實有唔少人都係唔鍾意食青豆嘅。但係呢一款薩莉亞嘅青豆呢，非常之甜，而且完全冇嗰種細細個嗰陣時唔鍾意食青豆嘅奇怪味道。加上芝士同埋溫泉蛋嘅加持，為青豆增加鹹香。其實以前嘅青豆のオンサラダ用嘅芝士啦，係一種用綿羊奶整成嘅芝士磨成條，芝士味道嘅層次感會更加突出，同埋口感上亦都會更加融和嘅。但係自從2024年嘅2月開始，薩莉亞轉咗 menu， 轉用咗呢一種馬蘇里拉芝士粉。相比之下，其實以前嘅青豆溫泉蛋沙律味道係更加有層次感同埋獨特。好啦，今日總數叫咗2份沙律同埋1份雞扒，總數係900yen。薩莉亞可以話我喺日本嘅時候，如果諗唔到食乜嘢，而又想食一啲簡單嘅嘢嘅時候嘅不二之選。首先，日本薩莉亞嘅 menu 選擇豐富，有各種嘅小食、沙律、燴飯、意粉、披薩、鐵板定食、甜品等等，而且價錢非常相宜，基本上菜單由200yen到600yen左右。好似我今日咁叫咗3樣嘢都唔會超過1000yen，所以其實喺日本，薩莉亞都非常之受當地人民歡迎嘅一間大眾食堂。今日嘅影片去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